佢身上都係癌，但係個乳就冇癌呢句說話。唔係醫生講嘅，係何超儀賭王何鴻燊嘅細女喺佢三家姐何超儀嘅追思會上面，企喺記者面前喊住講出嚟嘅舊日。灣仔全香港政商名流齊集送別，楊千嬅、楊紫瓊、李澤楷都喺籌備委員名單上面。何超儀腳傷未好，由老公陳子聰喊住行出嚟，同記者講咗一句令到全場靜晒嘅說話。三家姐嘅告別非常突然，全家人都覺得好震撼，仲係唔係好明白點解會咁一個坐擁120億嘅賭王千金，養和醫院最頂級嘅醫療團隊，何家要咩資源有咩資源，點解會咁？大家好，歡迎返嚟。如果你仲未 subscribe 嘅話，撳一下，唔好蝕底。今日呢條片我揀咗香港豪門裏邊5個最唏噓嘅故事，每一個主人公都係真金白銀、百億千億嘅身家，但最後全部敵不過同一個對手命。由賭王千金到大劉前妻，到 SC 記大少，到新地太子爺，到首富發妻，5段千億悲劇，中間有幾個細節，我相信你聽完一定會話唔係客嘛。千億帝國揾盡天下錢，最後邊個有命享？我哋由何超台講起。講到何超台呢個名，好多人第一反應係邊個嚟㗎？唔怪得你。賭王何鴻燊17個仔女入邊，大家識嘅係大家姐何超瓊，係細妹何超儀，係後生嗰幾個成日上娛樂版嘅。何超台佢幾乎從來唔會出現喺八卦雜誌，冇緋聞，冇爭產，冇花邊新聞，低調到一個點。佢過身嗰日，好多網民嘅第一反應真係何超台係邊個？但係你知唔知佢手上揸住幾多嘢呢？信德集團執行董事，管咗成個集團嘅地產、運輸、酒店業務超過20年。港媒幫佢計過，數名下資產少講都有120億港紙，仲有信德大約2.3%股份，宏海控股25.86%股份，加上香港同各地嘅物業投資120億喎。但係呢一筆錢喺2020年就已經開始救唔到佢。嗰年何超台確診癌症，冇人知，佢由頭到尾冇對外面講過半隻字。一路返工，一路治療，一路做慈善。2025年大埔宏福苑大火，佢仲聯同何超瓊捐咗1000萬賑災。外人睇佢完全唔似一個病人。但2025年11月，佢最後一次喺公眾面前出現鏡頭，冇呃到人。嗰次係為香港遼寧社團拍宣傳片，叫市民投票。片入邊佢着住簡單黑衫，微笑住講嘢，聲音輕輕柔柔，但你仔細睇塊面，明顯浮腫，眼神透住濃到收唔住嘅疲憊，成個人瘦到幾乎脫晒相，講嘢講到一半會停頓半秒，偷偷啖調整呼吸。後來先知拍完片嗰日，佢即刻返醫院 check 骨，醫生已經話唔樂觀，之後病情急轉直下，癌細胞擴散得好快。何家用咗最新嘅藥，最好嘅醫療團隊，留唔住。2026年4月12日朝早，養和醫院，何超瓊、何超鳳、何超儀、何優龍二房4姐弟企喺病床邊，齊齊整整。何超台安靜咁走咗。你知道最令人唏噓嘅係咩？6年前，同一間養和醫院，同一層 VIP 病房，賭王何鴻燊喺度住咗成10年，8個頂尖專家組成醫療團隊，包起成棟大樓。有報道話，淨係每日嘅病房加護理費用就貴到離譜。賭王咧經歷過腦部手術、中風、腎衰竭，柏金森靠住最頂級嘅醫療資源硬續咗11年。何超台咧坐擁120億同一間醫院，但佢冇複製到老豆嘅奇蹟。何超儀喺追思會上面仲講咗一樣嘢，佢話何超台過時過節，邊個食齋邊個中意食乜，全部只有佢記得，全部由佢打點。呢個女人幫咗何家一世，但係佢自己呢，終身未婚，冇仔女。被告上面呢，連配偶同仔女嗰兩欄呢都係空白嘅。何超儀最尾講咗一句：家姐1億次、1000次、1萬次、幾十億次。
我哋兩個感情永遠都不變，我都要做返佢嘅妹妹，幾十億次，你聽下呢個數，但係幾十億買唔到命，120億都買唔到多一日。何超台嘅故事已經夠心酸，但係你以為有錢人最慘就係病啊？唔係，有啲人條命唔係病奪走嘅，係被自己屋企人一啲一啲逼走嘅。講起中環威靈頓街，老一輩嘅香港人一定識門記酒家。1942年，一個叫金瑞來嘅後生仔，用盡身上4000蚊租金，喺永樂街租咗個鋪位，掛起吳記嘅招牌賣燒臘，4000蚊喎。你而家喺中環食餐飯都唔止啦。咁但係就係呢，嗰度4000蚊起咗一個傳奇。金瑞台12歲就出嚟做嘢，賣過菜，做過印刷，入過酒樓廚房做雜工。佢做燒臘學徒嗰陣就開始自己研究醃料秘方，嗰份執着後來救咗佢成世。烏煙記嘅燒鵝有幾勁？1968年，美國財富雜誌選全球15大食府，歡記榜上有名。咁同年啦，泰皇試過訂咗承席燒鵝宴啦，空運返泰國皇宮食飛天燒鵝嘅花名咧就係咁嚟。咁啊，老布殊嚟香港要食，球王比利嚟要食，李嘉誠同曾蔭權都係座上客。中環嗰棟門記大廈咧，1978年落成啦。前前後後收購咗幾個鋪位先建成，物業加品牌加現金，成個金氏家族資產總值法庭文件白紙黑字寫住25億到30億，由4000蚊做到30億。但毀掉呢塊金漆招牌嘅唔係競爭對手，唔係禽流感，唔係金融風暴，係佢自己屋企人。2004年，96歲嘅金瑞來過身，佢一早安排好接班大仔金建成35%，二仔金坤禮35%，兩兄弟拍住上管 Nike， 剩低嘅30%就分俾三仔坤琪、老婆麥兆珍、金老太同埋個女金美玲，每人10%。你諗下，35%對35%，公公平平，應該冇嘢嘈啦。咁3年之後呢？變天啦！2007年，三仔金坤琪因為食道癌過身，臨走之前佢將手上嗰10%股權留咗俾二哥金坤禮。呢一下，坤禮變成45%，壓過大哥嘅35%。金老太見勢色唔對，即刻將自己手上嘅10%轉俾大仔金建成扯平，各45%。但住喺美國嘅妹妹金美玲又將自己嗰10%俾埋二哥坤禮55%，建成45%，又差呢10個百分點，兩兄弟行上不歸路。你知唔知呢場爭產真正嘅導火線係咩？好少人知道，有傳金坤禮曾經向金老太提出，不如揾個好價錢將墓記賣盤。金老太當場否決，有錢賺做咩要賣？坤禮咧後來否認有講過，但係金老太對住記者向天發誓，我向天發誓。坤禮有講過，一個90幾歲嘅阿婆向天發誓，你話信邊個？2009年7月，金坤禮安排自己個仔金連宏入董事局做第3個董事，2票壓1票。金建成由嗰日開始被削權、被架空、被逼埋牆角。2010年3月，金建成忍唔住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將咪記母公司清盤，兄弟正式反目對簿公堂。法庭上面嘅嘢講出嚟，你都未必信。二弟被指痛罵親母，縱容個仔頂撞伯父，大哥就被指係因為自己個仔入唔到董事局先嬲。70年嘅家族情誼咧，喺法庭上面一次過攤晒喺公眾面前。官司拖咗3年，喺法官審完之後，押後宣判。金建成等呢個結果等到頸都長，但係佢唔會知道，佢永遠都等唔到。2012年10月4號星期四，金建成打咗個電話俾阿媽，媽，我而家去咪記啦，你去唔去啊？金老太話：我今日唔得閒，第2日先啦。冇人知道呢個係佢哋最後一次對話。第2日10月5號星期五，金建成喺跑馬地屋企瞓覺，一瞓唔醒，屋企人發現之後即刻叫救護車送往律敦治醫院，搶救無效，終年66歲。
個仔金崇元後來同記者講，佢死前2日仲有翻箱記㗎。星期5佢喺屋企瞓覺，一睡不醒。好彩嘅係爸爸走得好舒服，死亡證上面寫住4個字：死於自然。但係金老太唔信，佢趕到醫院嗰陣，金建成已經走咗。佢伸手摸下個仔，佢隻手仲暖㗎，個人仲係腍㗎。我到而家都唔相信佢走咗。然後金老太拍台，佢係被佢哋逼死㗎。26日之後，10月31日，高等法院宣判金建成敗訴。佢等咗3年嘅結果，終於出咗，但已經同佢冇任何關係。後嚟呢，遺孀梁瑞群代亡夫一路上訴到終審法院。2015年反敗為勝，法庭頒令母記母公司清盤，算係幫金建成攞返個公道。但係金建成永遠都唔會知道呢個結果，永遠30億家產，爭到最後贏嘅嗰個已經喺靈堂啦。你話值唔值啊？金建成係被兄弟逼到冇命啊，但係起碼佢阿媽幫佢出聲，幫佢打官司，幫佢討回公道，至死都企喺佢嗰邊。接落嚟呢個女人，佢被枕邊人出賣之後，連一個企喺佢嗰邊嘅人都冇喎。寶詠琴呢個名咧，你可能聽過，可能冇聽過。但係如果我話你知佢係大劉劉鑾雄嘅前妻，你一定即刻有反應，就係嗰個大劉，成日同女明星傳緋聞嗰個大劉啦，關之琳啦、李嘉欣啊、蔡少芬啊，呢啲名全部同大劉有過瓜葛。但係好少人會記得喺呢啲女明星出現之前，有一個女人用自己最靚嗰15年青春，陪大劉由零開始，一手一腳打出個千億帝國。然後佢得到咗咩？3次癌症。一張寫住終年49歲嘅死亡證。我哋由頭講，寶詠琴1954年喺香港出世，佢屋企唔算特別窮，但絕對唔係富貴人家。佢排行第4，屋企5兄弟姊妹。後來老豆中風，家境開始轉差，寶詠琴好爭氣啦。中學畢業之後咧，自己走去肯德基做侍應，1蚊1蚊咁儲夠學費去加拿大讀書。你聽清楚，唔係靠屋企，係自己喺肯德基炸雞嗰度儲出嚟嘅。1973年，寶詠琴入讀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社會學系，半工半讀。讀書咧，第1年咧，佢就認識咗個大佢3歲嘅男仔劉鑾雄。嗰陣嘅大劉仲未係大劉，仲係一個喺加拿大讀緊書嘅普通仔。但佢望見寶詠琴又靚又獨立又捱得，即刻死心塌地追。寶詠琴咧19歲嘅，咁大劉咧係佢生命中第一個男人啦。1977年畢業，兩人即刻結婚，一齊返香港。返嚟做咩？創業。夫妻檔開咗間公司叫愛美高，做古董吊扇。你冇聽錯，吊扇起步就係咁細。寶詠琴乜都做喎。管賬、跟客、打理公司大小事務，大劉喺前面衝，佢喺後面頂住成間公司。1980年生咗仔劉明偉，1983年生咗女劉秀容。同一年，愛美高上市，由一間吊扇廠做到上市公司。大劉正式踏入香港商界之後，入主華人置業。縱橫地產、金融、身家幾級咁跳，呢一切嘅背後係寶詠琴15年嘅默默付出。19歲嘅寶詠琴望住大劉嗰陣，以為自己揀啱咗。佢唔知道嘅係大劉發達之後做嘅第一件事，唔係報答佢。大劉有咗錢之後，開始周旋喺各個女明星之間。呢啲名你隨便數都數到，關之琳、李嘉欣、蔡少芬。港聞娛樂版嗰陣咧，幾乎隔日咧就見到大劉同唔同嘅女仔出入，但係最痛嗰一刀咧，唔係邊個女明星，而係一通電話嘅。坊間流傳最廣嘅版本係咁嘅：李嘉欣打電話嚟屋企，喺電話入邊罵寶詠琴，大劉咧就坐喺旁邊。佢冇出聲，冇幫老婆，冇掛線，然後佢接個電話同李嘉欣傾偈。寶詠琴望住身邊呢個自己陪咗15年嘅男人，呢個自己由肯德基開始，一路陪佢捱到上市，捱到做大亨嘅男人。佢對住另一個女人笑，對住自己連望都唔望一眼，心喺嗰刻徹底碎咗。
1992年，寶詠琴主動提出離婚，結束15年婚姻。簽完離婚書嗰日，佢以為最黑暗嘅日子終於過咗，以為可以重新開始，以為自己仲有大半世。3日之後，佢收到檢查報告，乳癌第3期。簽完離婚書嘅右手都仲震緊，癌症報告已經擺喺面前。你話呢個女人上輩子到底做錯咗啲咩？之後嘅10年係寶詠琴同死神嘅拉鋸戰，化療、骨髓移植，佢自己形容嗰種痛痛不欲生，咁成個人呢，嘔到乜都嘔唔出啦，頭髮呢，一撮一撮咁甩啦，咁啊身體俾藥物呢，摧殘到你認唔出佢，但係佢捱住，咬實牙關捱住。1995年呢，癌症復發啦，肺部出現陰影，佢即刻飛去美國求醫。呢段時間咧，佢被傳媒咧封為抗癌勇士，但係呢4個字背後嘅代價咧，只有佢自己知。好少人知道嘅係離婚之後，寶詠琴其實仲有過一段感情。佢同電台 DJ 洪朝豐拍過拖，但呢段關係最後都係不歡而散。洪朝豐喺佢入院度過身，都冇去探過病。記者打電話俾佢，佢只係講咗一句：我唔想講。我唔想見報。佢呢一世喺感情上面從來冇贏過。2002年，寶詠琴因為長期化療導致腎衰竭，走去珠海換腎。換完腎要食抗排斥藥，免疫力跌到谷底，身體開始接連出問題。2003年4月，寶詠琴入港安醫院。醫院咧做完化驗咧，先發現體內多個器官咧都已經出事嘅。4月20號清晨6點50分，一仔一女守喺床邊，寶詠琴走咗，終年49歲。醫院遵照家屬要求，冇公布死因，寶詠琴走咗。但係最諷刺嘅嘢唔係佢點死，而係佢個前夫後來點活。大劉咧後來咧同樣患上腎病，同樣需要換腎。2018年換腎成功，身體恢復。你上網搜下相，大劉到而家仲成日出入各種場合，同甘比拖拖手嘆世界。寶詠琴換過腎，有10億身家，抗癌抗咗10年，49歲走咗。大劉同一個病，同樣換腎，活到今日，同病唔同命。你話殘唔殘忍？有記者打電話俾大劉通知前妻死訊，大劉喺電話嗰頭嘅語調沉咗一沉，然後講咗一句始終有啲唔開心，畢竟曾經同佢喺一齊度過好多日子，人都走咗，有咩恩恩怨怨都過去啦，過去啦，3隻字，15年青春，2個仔女，3次癌症，49歲嘅命。過去啦，寶詠琴生前立咗遺囑，6成財產俾仔劉鳴煒，4成俾女劉秀容，冇留1分1毫俾大劉，陪你由0到1000億，你俾佢嘅係背叛。佢用49年換嚟嘅係3次癌症，同一份冇寫前夫名嘅遺囑。寶詠琴有10億買唔到健康，金建成有30億買唔到兄弟和氣。何超台有120億買唔到多一日，咁如果有500億呢？接落嚟呢2個故事嘅主人公量級完全唔同，一個坐擁540億，香港富豪榜第10位，另一個係首富李嘉誠嘅老婆。你以為有錢到呢個程度就安全？佢哋嘅結局會令你對有錢呢2隻字徹底改觀。新鴻基地產。如果你喺香港住過、返過工、行過商場，你一定接觸過新地嘅嘢。IFC 國際金融中心、ICC 環球貿易廣場、新城市廣場、APM 全部都係新地起嘅。香港4大地產商之一，半個世紀以嚟喺呢個城市插旗插到密密麻麻。呢個帝國嘅根基咧係郭德勝打落嘅。1990年郭德勝過身，3個仔接手，大仔郭炳湘、二仔郭炳江、三仔郭炳聯，3兄弟拍住上，將老豆嘅基業越做越大。2017年福布斯雜誌估計，郭氏3兄弟嘅身家加埋超過2000億港紙，2000億喎。你將呢個數除以3都仲多過好多國家嘅 GDP。而郭炳湘作為大哥，出任新地主席兼行政總裁，足足近20年。呢個男人嘅人生應該係一帆風順嘅典範。
含住金鎖匙出世，英國名校畢業，接手家族帝國，政商通吃。1995年做全國政協委員，2003年做到常委，2000億帝國嘅太子爺，人生贏家。但係1997年9月29號嗰晚，一切都變咗。嗰晚呢，郭炳湘自己揸車返屋企，深水灣到港島南區最矜貴嘅豪宅地段，住嘅全部都係頂級富豪。揸車駛到大閘門口，準備入屋，突然幾個人衝出嚟截停架車。為首嘅係一個叫張子強嘅男人，綽號大富豪。如果你係90年代長大嘅，你一定聽過呢個名。當年全香港最惡、最癲、最膽大包天嘅悍匪郭炳湘被強行擄走，禁錮喺新界一間村屋，綁匪開價20億。但係郭炳湘做咗一件事，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佢企硬，唔肯打電話返屋企，唔肯開口求救。於是張子強做咗另一件事，連續打咗佢4日，去脫光佢啲衫，塞入一個細到要成個人全埋嘅木箱，每日得叉燒飯同埋清水。你試下諗一個身家幾百億嘅人，赤身裸體塞喺一個木箱入邊，食住叉燒飯，俾人打，呢種落差，正常人精神都會崩潰。挨咗4日，郭炳湘頂唔住，終於打咗個電話俾太太李天榮。之後經過一輪斡旋，國家付出6億港幣贖金。但係你以為俾咗錢就即刻放人？張子強收完6億，拖多1日，整整多拖咗1日先放人。嗰一日對郭炳湘嚟講長過1年。郭炳湘最終平安返到屋企，但係佢已經唔再係之前嗰個郭炳湘咯。佢患上嚴重嘅抑鬱症。治療超過1年。2008年佢接受國際傳媒訪問嗰陣，親口承認我因為被綁架患上抑鬱症。一個1000億太子爺喺全世界面前講出呢句說話，你可以想象佢經歷過啲咩？你以為綁架係最慘嗰件事啦？唔係，真正整死郭炳湘嘅唔係張子強，係佢自己2個親細佬。綁架之後，郭炳湘性情大變。呢段時間呢，一個女人呢走入咗佢嘅生活，唐錦卿，英文名 Ida。其實2個人唔係新認識嘅，早喺1960年代佢哋已經相識，可以話係青梅竹馬。但係嗰時郭德勝反對，硬係拆散佢哋。唐錦卿後來嫁咗個醫生，郭炳湘就聽老豆話，娶咗顧之容。呢段婚姻維持咗半年就散，之後佢先至同李天榮結婚。1997年被綁架獲救之後啦，郭炳湘同已經離咗婚嘅唐錦卿舊情復燃，唐錦卿慢慢變成佢身邊最倚重嘅女人。但係郭老太鄺少卿呢，睇唔過眼啦。咁2002年呢，佢做咗一件事，立下11條家規，白紙黑字寫明，唐錦卿唔准加入新地，唔准入帝苑酒店，唔准入2個辦公室，唔准同郭炳湘結婚，唔准自稱郭太，仲要3兄弟一齊簽名作實。你諗清楚咧，呢個唔係公司規章，係一個阿媽為咗管自己個仔嘅私生活而立嘅法律文件。一個女人要被立法禁止到呢個程度，你就知呢件事鬧到幾大。2008年，郭炳湘想安排唐錦卿入新地，2個細佬郭炳江、郭炳聯企硬反對。之後新地董事局宣布郭炳湘以個人理由休假，聽落好客氣。咁實際上就係你被炒咗，俾你自己一手湊大嘅公司炒咗，炒你嘅人係同你流住同一條血嘅親細佬。2014年，郭老太主持之下，郭氏家族基金重組，3兄弟均分新地股權。郭炳湘正式同新地切割，佢冇認輸。離開新地之後，佢創立帝國集團，自己投地，自己起樓，自己重新嚟過，以540億身家排喺香港富豪榜第10位。你以為佢輸咗？佢用行動話俾全世界聽，我唔靠你哋一樣得。避過咗張子強嘅綁架，捱過咗兄弟嘅背叛，撐起咗帝國集團540億，東山再起。你以為佢贏返攞？2018年8月中，
郭炳湘同太太李天榮兩個仔同個女一齊去克羅地亞旅行，慶祝太太生日。旅行途中佢話唔舒服，冇乜胃口，成個人虛。佢揀咗先行返港休息，等家人繼續玩。返港前幾日，佢仲約咗老友資深大律師清洪去尖沙咀食飯，席間照食照飲照傾，完全冇異樣嘅。8月27號星期一深夜11:48，深水灣道51號郭氏家族大宅郭炳湘突然暈倒，工人發現佢昏迷不醒，即刻報警。救護員趕到將佢送去律敦治醫院深切治療部搶救，送院途中心臟一度停頓，之後轉送司徒拔道港安醫院。由嗰一刻開始，郭炳湘再冇醒過，2個月，60幾日啦，1400幾個鐘啦。郭炳湘卻喺病床上面靠住呼吸機維持生命。三弟郭炳聯幾乎每日風雨不改去醫院探。太太李天榮聽完醫療團隊嘅意見之後，親自拍板決定治療方案。長子郭基俊喺9月開始接手帝國集團嘅董事職位，某種意義上接班已經靜靜地開始咗。而唐錦興呢，佢知道消息之後，第一時間想趕去醫院。李天榮拒絕佢入病房。等咗郭炳湘幾十年嘅女人，由60年代開始被拆散、被禁止、被立11條家規排拒在外，好唔容易守到舊情復燃，又因為佢而令郭炳湘被踢出新地。而家郭炳湘瞓喺 ICU 入邊，佢連門口都行唔到。10月20號早上，院方喺屋企人同意下拔喉，器官機能衰竭，郭炳湘走咗，終年68歲。唐錦興至死都冇見到佢最後一面。帝國集團由3名子女接班，紅顏知己唐錦興傷心欲絕。但喺呢個家族入邊，佢由頭到尾冇名分，避得過悍匪，捱得過兄弟反目，撐得起東山再起。但係一次中風，2個月昏迷，540億歸零。呢個世界最殘忍嘅唔係打唔贏，係你以為贏咗嘅時候，命運話你知場波根本未完。而郭炳湘算係死得明明白白嘅中風昏迷拔喉，清清楚楚。但係最後呢一個故事嘅女主角，佢點死嘅？到今日36年，冇人敢話自己知道答案。莊月明，你未必記得呢個名，但係佢嘅老公全香港冇人唔識。李嘉誠，長和帝國香港首富，連續幾十年蟬聯亞洲最有錢嘅男人。而莊月明呢，就係李嘉誠嘅表妹兼髮妻。佢嘅故事同之前嗰4個完全唔同啦。何超來係病死嘅，金建成係被爭產逼死嘅，寶詠琴係被背叛加癌症拖死嘅，郭炳湘係中風帶走嘅，起碼死因清楚。莊月明，官方話心臟病，警方記錄寫嘅係另一樣嘢。而佢個細仔李澤楷咧，多年之後得一句，佢嗰幾年咧活得並唔開心嘅。36年咧，冇人俾過一個確實嘅答案。莊月明出身名門，佢老豆莊靜安係香港第一代鐘錶商，創辦中南鐘錶有限公司。喺嗰個年代已經係有頭有面嘅商人。莊月明自細讀名校英華女學校，之後入香港大學拎文學士，再去日本明治大學留學，精通中英日3種語言，放喺今日都係頂尖嘅才女。而李嘉誠呢，1940年李嘉誠一家從潮州逃難到香港，投靠舅舅莊靜安。1943年老豆李雲經病死，13歲嘅李嘉誠冇書讀，去莊靜安嘅鐘錶店做學徒，千金小姐同窮親戚。
身份差到冇得再差，但係莊月明冇嫌佢。佢教李嘉誠廣州話，幫佢補英文，陪佢一步一步適應香港。兩個人青梅竹馬，日久生情。莊家當然反對，門不當戶不對。一個鐘錶商嘅千金小姐，點可以嫁俾一個窮到褲穿窿嘅學徒呢？但係莊月明等李嘉誠由學徒做到推銷員，等佢由推銷員做到總經理，等佢開咗長江塑膠廠，等佢一步一步企穩，等咗超過20年。1963年，兩人先至結婚。莊月明31歲，婚後佢加入長江工業，用流利嘅日語同英語幫公司開拓海外市場。1964年生大仔李澤鉅，1966年生細仔李澤啟，長江實業上市。李嘉誠嘅身家坐火箭咁升，由鐘錶店學徒到香港首富莊月明陪住佢行完整條路。千金小姐等咗窮小子20年，陪佢由零做到首富。聽落好似童話，但係童話嘅結局通常都係呃人嘅。李嘉誠成為首富之後，身邊開始出現其他女人。呢度我要講清楚，以下內容嚟自坊間傳聞同公開報導，真相點樣，各方各執一詞，我唔會話邊個啱邊個錯。但你聽完之後呢，自己判斷。坊間傳聞，莊月明嗰幾年長期失眠，患上抑鬱症，成日坐喺輪椅上面。每日最大嘅精神支柱咧，就係打電話俾細仔李澤楷嗰陣，李澤楷喺加拿大讀書，阿媽每日打個電話就係佢一日入邊最開心嗰10幾分鐘。據講咧，夫妻之間有過一個約定啦，喺外邊點都好啦，唔好帶翻屋企。至於呢個約定有冇被打破，冇人確認過。但有一本書好值得你知道。香港著名企業家兼作家梁鳳儀寫過本小說叫《大家族》，書入面嘅男女主角係青梅竹馬，千金小姐嫁窮小子，老公發達之後出軌，太太患上抑鬱，同李嘉誠家族嘅經歷高度吻合，被廣泛認為係影石。書入邊呢，有一段寫到丈夫將出軌對象帶翻屋企，太太崩潰。呢本書出版冇幾耐，就俾人去出版社施壓收購版權，從此市面上再揾唔到。一本書要封殺到呢個程度，你自己諗下裏邊寫咗啲咩啊？仲有一本叫《神話背後李澤楷》嘅書，入邊披露咗更加多細節，包括莊月明嘅精神狀態同李澤楷嘅心路歷程。呢一本書同樣出版後好快消失。1989年12月31號，除夕夜，呢個係莊月明人生最後一個夜晚。李嘉誠挽住莊月明嘅手，出席君悅酒店迎新晚會，觥籌交錯，燈火璀璨，全場都係香港最頂級嘅政商名流。莊月明面帶微笑，一切如常，冇人知道第二日會發生咩事啊！1990年1月1日元旦下晝，莊月明喺旭台道寓所被發現狀態異常，弟弟即刻將佢送去嘉諾撒醫院搶救不治。咁李家呢就對外宣布啦，心臟病發離世啦，終年57歲。但有報道引述當時警方電台嘅記錄，寫住嘅係服用過量藥物。報道仲指出，嗰日莊月明係喺旭區道寓所食咗過量藥物之後被發現，有人報警，但係救護車都仲未到，細佬已經自己送佢去醫院。心臟病定係藥物過量？李家堅持係心臟病，警方記錄寫藥物過量。坊間仲有第3個版本，36年3個版本，冇有一個被正式證實或者否定。注：以上嘅死因爭議均嚟自公開報導同埋坊間流傳，真相至今冇有定論。本文唔作任何判斷，
除夕夜仲拖緊手，元旦下晝已經陰陽相隔，24個鐘都唔夠。但係莊月明走咗之後，最耐人尋味嘅唔係佢點死，而係佢個細仔做咗咩？李澤楷從美國飛返香港奔喪，處理完後事之後冇幾日，佢搬出咗李家大宅，唔係搬去另一間豪宅，係住酒店金鐘康域酒店，之後搬去太古城公寓。寧可一個人住酒店住公寓，都唔肯返老豆間屋。直到1994年先自己花1.2億喺大浪灣買地起屋。佢對外嘅解釋係返工方便，信唔信由你。多年之後，有記者問起佢阿媽，李澤楷好少提家事，但係嗰一次佢罕有咁講咗一句，佢嗰幾年活得並唔開心，就呢一句。冇再多講，而李嘉誠呢，佢宣布絕不再娶，喺太太母校啦，香港大學捐建咗莊月明樓紀念亡妻啦。咁呢個舉動呢，一度被讚情義無兩，但莊月明樓落成之後啦，坊間開始留意到呢一棟樓嘅設計好詭異，有人話外形似棺材，電梯只上唔落。扶手用柳木各種風水解讀不臧而走，當然啦，呢啲全部係坊間傳聞同解讀，冇任何官方證實。你當茶餘飯後嘅嘢聽就好。咁但係有一件事呢，係事實嘅，李嘉誠身邊呢，後來長期有一位紅顏知己周凱旋，細佢32歲，兩人形影不離幾十年，但從來冇註冊結婚。首富宣布絕唔再娶，但係冇話過唔可以唔娶。莊月明57歲走嘅嗰日，李嘉誠62歲，佢身後嘅商業帝國如日中天。兩個仔李澤鉅同李澤楷後嚟一個接手長和，一個自立門戶，但呢一切嘅風光，佢哋嘅阿媽一秒都冇見到。首富要咩醫療有咩醫療，要咩資源有咩資源，但莊月明57歲走嗰日，佢連一個被所有人認可嘅死因都冇。揾盡天下錢買唔到枕邊人一句真話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嘅豪門悲劇。其實香港豪門裏邊有錢買唔到命嘅故事又何止呢5個？賭王大房長女何超英2014年病逝，佢一世活喺何超瓊嘅光環下面，晚年長期受情緒問題困擾，走嗰陣好安靜，安靜到幾乎冇人留意到。新地創辦人郭德勝嘅大仔唔係郭炳湘，而係更早嘅何猷光。1981年喺葡萄牙賽車場發生交通意外身亡，仲未嚟得切接班就走咗。仲有邱德根太太裘錦蘭，1977年搭飛機由南洋返香港，飛機失事墜毀，全機冇人生還。嗰年佢個女先得幾歲。呢啲名字每一個背後都係一段故事。有機會我再同大家詳細講。好，我哋收返嚟5個人5段悲劇，排埋一齊睇。何超可120億癌症，58歲金建成30億家產，爭產壓力啊！66歲一瞓唔醒，寶詠琴10億3次癌症，49歲郭炳湘540億中風昏迷，68歲拔喉莊月明首富之妻死因成謎，57歲，5個人加埋身家過千億，但係佢哋最後嘅結局同你同我冇乜分別。有人話窮人死於冇錢醫，呢5個故事話你知有錢人一樣死於冇得醫、冇得救、冇得解，千億買唔到命。呢句唔係雞湯，係事實。所以你話人活一世到底爭啲咩？呢5個故事，你覺得邊個最唏噓？留言話我知。如果你身邊有人成日話有錢就乜都搞得掂，share 呢條片俾佢睇。我哋下條片見。